前印傭包受虐，太太逼跳樓。呢個被指虐待印傭嘅僱主，事發至今一直冇現身交代事件。我哋多次去到佢將軍澳嘅屋企，都冇人應門。據了解，佢近年先後請過4個女傭，3年前有工人報稱俾佢虐打，仲告上法庭，但因為證據不足而撤銷控罪。06年又捲入一宗勞資糾紛。我好多次俾佢打，而且呢10個月都攰啊，一樣都20個鐘啦，做嘢喺嗰度做嘢都，佢俾我4個鐘瞓覺。如果有頭髮喺地下一跳，有頭髮咧，佢會鬧咁樣，會打。你知唔知啊？呢個好唔乾淨啊！呢個係污糟啊咁。聲稱4年前喺羅家打過工嘅佢就話，僱主唔俾佢放假同出街，又不時會反鎖佢喺屋入面。佢屋企人試過揾中介聯絡佢，不過僱主知道咗就好嬲，推佢去窗邊，叫佢自殺。佢話好恐怖，唔想再諗起。尋日朝11點半，有關注外傭團體喺銅鑼灣發起示威行動，遊行至受傷印傭嘅中介公司抗議。呢個係衰僱主嘅問題，唔係工人嘅問題。個工人嚟我哋已經講㗎啦，係嘛？香港係有法治嘅地方。遊行人士又去到印尼駐港總領事館，要求領事館介入事件。據了解，領事館會安排當地警方同有關印傭落口供，同拎傷勢報告。估計下星期1可以轉交有關文件俾本港警方。不過，受傷印傭嘅爸爸尋日簽署受託書，授權工會代表代替當地警方落口供，但本港警方就擔心程序不當，或者會導致口供無法呈堂，正係研究緊有冇需要派員到印尼為呢宗傷人指控展開調查。